Hello，大家好，又到東涌一周樓市回顧嘅時候啦。咁喺開始之前呢，一定要提下大家，如果大家咧有一啲想揾盤啦或者放盤嘅話咧，記得要打翻俾我哋呢個電話。咁呢個星期咧最重要嘅國際財經焦點咧，一定就係中美談判嘅過程同埋結果啦。咁今次咧中美官方會談咧，亦都被稱為呢個倫敦嘅會議啊。咁我哋希望嚟緊睇下可唔可以佢哋雙方咧能夠談出一個好嘅結果。咁亦都俾我哋迎嚟一個好嘅經濟帶動啊！咁再加上咧，亦都有留意到股市咧，其實近期咧亦都穿咗近期嘅新高啦，亦都升穿咗24,000點啊！咁睇到即係各方面嘅消息咧，都對於我哋樓市嚟講咧，都係一個好嘅消息嚟㗎。咁大家可能都之前都有留意到啦，咁係由5月份開始啦，銀行嘅同業拆息 HIBOR 咧，其實大幅下挫咗㗎。咁亦都喺公平過租咧呢一樣嘢咧，亦都係轉為非常之明顯啦。咁我哋亦都睇翻啦，銀行同業拆息咧，一接連一年喺度回落之下咧，早兩日啦，我哋亦都見到一個月嘅 HIBOR 咧，亦都報0.56厘㗎。咁以一個新造按揭 H 加1.3厘嚟計咧，H 按嘅實際按息咧已經跌到去1.86厘㗎咯喎。咁亦都創下咗呢個3年嘅新低啦。咁早前我哋同事亦都有同大家分享過啊，最近亦都多咗一個租客咧轉租為買啦。咁我哋不如攞一個早前成交嘅一個單位同大家做翻個分享啦，因為映灣園咧近期亦都係成交量最多嘅屋苑啦。咁早排咧有一個8座高層 F 室嘅單位咧成交咗520萬喎。咁我哋以按揭做70嚟計算啦，咁以1.86厘還款年期咧為30年去計算咧，咁其實月供咧只需要13,201蚊嘅咋。咁以現時映灣園嘅租金成交嚟講咧，我哋可以以一個18,500嘅標準啦。咁但係其實早前咧亦都有一個6座高層 F 室成交咧，租金係達到去19,500。咁我哋就唔好用一個最高嘅個案嚟去計算啦。咁平均其實依家咧都可以租到18,500左右嘅。咁如果用一個成交18,500嘅租金去計算嘅話咧，其實亦都享有4厘以上嘅回報㗎。咁對於投資者嚟講，亦都係一個非常唔錯嘅一個選擇啦。咁如果你話唔好用7成去計算啦，不如我哋用翻我哋自住嘅用家啦，用一個9成嘅按揭去計算嘅話咧，月供都係只需要17,340蚊嘅，咁亦都係低於現時嘅租金嘅價錢。咁所以好多人啦，或者好多租客而家租緊樓嘅時候，見到樓價仲處於一個低位咧，亦都係見到呢個時候咧係一個好好嘅入市時機㗎。咁喺好多成交之下咧，我哋亦都見到咧供應亦都係逐步回落啦，但係需求咧反而係穩步上升嘅喎。咁我哋睇翻呢一個星期嘅成交量嚟睇一睇啦。咁呢個星期成交量咧，亦都持續係非常之好嘅成績。我哋睇翻喺6月2號至到6月8號呢一個星期咧，一共係成交咗13宗嘅，都係2位嘅數字啦。咁禮拜6日咧成交2宗，可以見到其實好大部分嘅成交咧喺平日亦都係有大量嘅單位成交嘅喎。咁我哋睇翻每個屋苑嘅成交量分佈咧，映灣園係有5宗啦，海堤灣畔2宗，咁藍天海岸咧呢個星期就冇成交嘅，咁東環有2宗啦，星匯亦都有4宗喎。咁星匯咧呢個星期嘅兩房成交亦都係非常之唔錯。咁我哋每個屋苑嘅每個單位同大家做一個快速嘅分享啦。咁我哋映灣園呢個星期咧成交咗一個9座高層 D 室啊，實用面積652尺啦，呢個向望山景嘅3房1廁單位。咁業主咧就將佢3房改咗成2房㗎啦。咁成交價錢係636萬啦。咁見到業主喺2010年以323萬買入啦，帳面增值咗313萬嘅。另外一宗咧就係位處於2座，同樣都係3房1廁成交，一樣都係3房改咗2房嘅單位啊。咁啊實用面積634尺啦，成交價錢580萬啊。咁見到業主2014年以530萬買入啦，帳面增值咗50萬。咁呢個單位咧喺市場上面都放咗好一段時間㗎啦，咁亦都恭喜業主出售咗呢個物業啊！咁另外3宗咧就係都係一個3房2廁單位，咁其中一宗咧就係1座中層 H 室啊，使用面積986尺，咁成交價錢咧係900萬嘅，違反尺價9,128蚊尺。咁啊睇翻原業主啦，2015年以791萬8買入啦，是次係增值咗108萬嘅。咁另外一宗成交咧都係位處於1期喎，呢個星期咧5宗裏面有3宗都係位處於1期㗎。咁呢個單位咧就係位處於2座嘅低層 H 室啊，咁呢個單位咧就冇露台啦。
咁實用面積咧係956尺啦，成交價錢810萬啊。咁其實咧以過往成交嚟睇到咧，其實影灣園一期低於33樓嘅單位冇露台咧，造價咧都會稍為低啲嘅喎。咁同樣地啦，呢個星期個兩個 H 位處於一期嘅單位咧，成交價錢都相差成90萬㗎。咁大家可以留意翻啊。咁睇翻呢個2座低層 H 單位啦，業主係為2020年以898萬買入嘅帳面，今次咧就蝕咗係88萬。咁其實呢個單位都覺得好低，因為佢裡面裝修亦都係好靚好新嘅。咁啊，最後一宗影灣園嘅單位咧，位處於15座4期日極高層嘅 B 室，實用面積749尺，成交價錢755萬，圍翻尺價咧10080蚊尺。咁原業主咧係2010年以400萬買入啦，是次增值咗咧係355萬咁多㗎。咁跟住落嚟咧就同大家分享海堤灣畔嘅成交啦。海堤灣畔呢個星期2宗成交，兩間都係兩房戶嚟嘅。咁其中一宗咧位處於5座嘅中層 H 室啊，實用面積579尺，成交價錢638萬，圍翻尺價11019蚊尺。咁原業主2010年以310萬買入啦，帳面係增值咗328萬咯。睇翻呢個星期嘅成交，業主咧好多都係賺錢去離場，而且個幅度都幾大啊。咁另外一宗咧就係位處於5座嘅低層 C 室啊，實用面積531尺啦，成交價錢551萬8，圍翻尺價咧就係10392蚊尺。咁睇翻原業主咧，2011年以340萬買入啦，帳面增值咗211萬8㗎。跟住落嚟咧，就同大家分享埋東環嘅成交啦。東環呢一個係兩房嘅成交，一個係三房成交。咁兩間都會處於一座喎，其中就係1A 座低層03室啊。咁以我哋所知咧，呢個業主都係退休啦，移民即係會翻去自己國家嘅外國人嚟㗎。咁啊，都恭喜業主出售咗呢個物業啦。咁呢個單位咧係一個453尺嘅兩房戶單位啊，但係景觀就冇咁開揚啦，因為位處於低層啦。咁佢嘅成交價錢係536萬，圍翻尺價11832蚊尺。原業主咧2017年啊以492萬6買入，帳面增值咗43萬4嘅。咁跟住落嚟就分享埋三房成交，位處於1B 座中層01室啊，實用面積係582尺，係屬於一個開放廚房嘅三房單位啦。咁嘅成交價錢係636萬，圍翻尺價10928蚊尺。咁你見到原業主咧係2019年以740萬買入喎，咁呢個業主咧係二手買入嚟嘅，所以個價錢比較高少少啦。咁今次出售呢個物業咧就蝕錢啦，咁就帳面係蝕咗104萬啦。分享完東環嘅成交之後咧，就同大家分享埋星匯嘅成交個案啦。咁啊，兩單咧都位處7座喎，其中7座嘅低層 D 室啦，實用面積671尺，成交價錢750萬，圍翻尺價11177蚊尺啊。原業主2016年以504萬5買入啦，帳面增值咗245萬5嘅。咁跟住嚟另外一宗咧就位處都係7座嘅 D 單位，但係呢一個單位咧就屬於高層啦，咁反而呢個造價咧仲會低少少喎。同樣671尺，成交價錢743萬8啊。咁見到原業主都係一手2016年以527萬4買入啦，帳面係增值咗216萬4嘅。咁最後一宗咧嘅兩房戶咧就係一個大兩房嚟嘅，星月匯嚟講，咁佢去到704尺嘅兩房啦，位處於5座嘅高層 D 室啊。咁啊，成交價錢791萬啦，圍翻尺價11236蚊尺。咁呢個單位咧都係我哋公司同事去成交啦，咁亦都好恭喜我哋同事做咗呢個成交啦。咁聽翻同事講咧，呢個買家咧都係嚟睇樓咧睇過一次咧，已經好快就已經落決定啊，可能都見到呢個市場上面咧就走得比較急啲啦。咁而且又見到一個心儀嘅單位咧，咁即日就已經決定咗啦。咁我哋睇翻啦，業主都係2016年以740萬買入嘅，帳面就增值咗51萬。咁呢個星期嘅成交成績咧亦都非常之唔錯啊！咁我哋今日分享咧就去到呢度啦。如果大家有咩需要幫手放租放賣啦，或者有啲市場上面消息需要同我哋查詢嘅話咧，咁隨時亦都可以打翻我哋嘅電話㗎。咁我哋下個星期再見啦，拜拜。